常年期第33主日，讀經1，恭讀馬拉基亞先知書。看，那日子來臨，必勢如冒火的火爐，所有驕傲的人和作惡的人都要成為禾秸。那日子一到，必要將他們燒盡。萬軍的上主說，不給他們留下根和枝條，但為你們這些敬畏我名號的人，正義的太陽將要升起，以自己好似箭羽的光芒，普施救恩。上主的話。答唱詠，答句：上主要以正義審判普世人民。彈着豎琴，向上主讚頌；彈着豎琴，伴着弦韻，吹起喇叭，響起號角，在上主君王面前謳歌。上主要以正義審判普世人民，海洋及其中的一切澎湃，寰宇及其居民驚駭，江河拍手鼓掌，山岳舞蹈歡唱。上主要以正義審判普世人民，請在上主面前歡樂，因為他已駕臨，統治大地乾坤。他要以正義審判普世人民，他要以公平治理天下萬民。上主要以正義審判普世人民。讀經2，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得撒洛尼人後書。弟兄姊妹們，你們自己原來知道該怎樣效法我們，因為我們在你們中沒有閒散過，也沒有白吃過人的飯，而是黑夜白日辛苦勤勞地工作，免得加重你們任何人的負擔。這不是因為我們沒有權利，而是為以身作則，給你們立下榜樣，叫你們效法我們。當我們在你們那裏的時候，早已吩咐過你們，誰若不願意工作，就不應當吃飯，因為我們聽說你們中有些人游手好閒，什麼也不作，卻好管閒事。我們因主耶穌基督吩咐這樣的人，並勸勉他們安靜工作，吃自己的飯。上主的話。福音，恭讀聖路加福音。那時候，有些人正談論聖殿是用美麗的石頭及還原的獻禮裝飾的。耶穌說：你們所看見的這一切，當那日子一到，便沒有一塊石頭留在另一塊石頭上，而不被拆毀的。門徒於是問：師傅，那麼什麼時候要發生這些事？這些事要發生的時候，將有什麼先兆？耶穌說：你們要謹慎，不要受欺騙，因為將有許多人假冒我的名字而來，說我就是默西亞，又說時期近了。你們切不可跟隨他們。你們幾時聽見戰爭及叛亂，不要驚惶，因為這些事必須先要發生，但還不即刻是結局。耶穌於是又給門徒說：民族要起來攻擊民族，國家攻擊國家，將有大地震，到處有饑荒及瘟疫，將出現可怖的異象，天上要有巨大的凶兆。但是這一切事以前，你們為了我的名字要被拘捕和迫害，人們要把你們介送到會堂，並關進監獄，且押送到君王及總督之前，為給你們一個作見證的機會。所以
你們心中要鎮定，不要事先考慮申辯，因為我要給你們口才和明智，是你們一切仇敵所不能抵抗及辯駁的。你們要被父母、兄弟、親戚及朋友出賣，你們中有一些要被殺死。你們要為我的名字受眾人憎恨，但是連你們的一根頭髮也不會失落。你們要憑着堅忍保存你們的靈魂。上主的話。